大家好，我是虞美人，我是蔡长宪，我是许志豪。想听更多好歌吗？想看更多影片吗？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、IG 还有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，人家就会定？因为你有号召力啊，有号召力。我们有号召力哈，我不这么认为，不然你证明给我看。赶快证明！证明一下啦，订阅起来啊！赶快订啦！主题挑战高难度歌曲，面对考验，选手心境大不同。我觉得他非常难唱的歌，就是他的转音上面啊，还有他的口气上面，我觉得都是需要我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的。歌词很密集，然后还要在这个歌词里面做层次，我觉得这首歌好难哦。它是有一点 rock 的，我想要把那种原始的 rock 唱出来。唱了这么久了，就也不太会去挑这样的歌来唱。你还要去挑选这条歌的时阵，实在是有淡薄仔困难。我现在听到为止哦，选手选的歌最难的。备受打击的他们，还能继续卫冕吗？欢迎收看《超级红人榜》，我是虞美人，我是蔡长宪，我是许志豪。这下摆呀，安那摆。今天你请假被个选手吹麻烦了。高难度歌曲挑战赛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歌呢，平常他在比赛的时候，这歌已经很困难，他现在要挑的歌是要高难度哦。真的高难度。你要告诉我这个歌难在哪里哦？对，过几天大家被宣布。医护人员擂台赛啊，快到尾声了哦，怎么办？稍后来有一个咱红人榜的全新计划，叫做就是咱一家人擂台赛。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你要是夫妻、兄弟姐妹、父母跟小孩，或者是婆婆、公公、媳妇跟女婿，我们这个都是算是家人的界定。你别来讲，我常常领结的干爹啦，总要逼一家人都来比赛，不行啊，就是说合法的法律上的关系，你们是家人，就符合我们的一家人擂台赛。无唔对啦，所以大家赶紧来报名。好，咱今麦先来欢迎评审团，头一位是伍浩哲老师、许常德老师、刘芒阿德老师、荒山亮老师，刷落来是红人榜偶像组卫冕者谢依玉、蔡志宏，青春组林雅萍、蔡中颖上周平手，暂时卡关。介绍大来宾是谁？这位大来宾，当恭喜跟咱们就写给一起咱台湾的吉他教父，让我们欢迎小杜老师杜俊辉。哎呀，欢迎老师。小杜老师你好，你好。老师这趟回来哦，除了看看大家以外，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好消息。很多好消息。对呀，做阿公啊，做阿公啊，阿公，做阿公啊。嘿呀哈，帮忙带孙。对。听讲，带孙带出来哈，因为是吉他手啊，迄个音乐人吼，随时吼，迄脑海当中吼，都有迄个 melody 啊，那个对，都有旋律啦哈，摇嘞吼，听讲摇出一首歌曲，囡仔歌。在他3个月的时候，然后就在哼那个我们的古调，卢凯族有一个摇篮曲。哦，卢凯族的摇篮曲。对。就哼了，好像有旋律了。我就把那个曲把它谱出来。我就录了一个小小的 demo， 就传给阿德老师。嘿，你知道他现在每天啊就在抱这个孙女，才会有一种生命力。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，既然那么慎重期待这么一个贵人到的时候，你要好好跟这个贵人好好介绍自己一下。所以我在写这个歌。阿公的自我介绍啊，是，带孙女的感觉很不一样吧？跟当年抱自己的女儿哈。女儿会吃醋。女儿会吃醋是。当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为什么我没有？”没有真的哦。那个卢凯族的摇篮曲的古调，你可以哼2句我们听听看吗？咿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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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红那个。对，就像我们台语的摇篮曲。咿呀咿哟咿呀咿
阮，一米多几寸。啊，你问你的爸爸的知呀？我们喜都是这种，那有没有？感情啊，给小孩的音乐都是这样子的，很轻缓的这种，对不对？哈，哄小孩子那个的那种氛围啊。对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小孩来听一下我们杜老师带来的这首《阿公的自我介绍》。刺客大军强势来袭，偶像组实力惊人。家来老有伤心无幸命。那我觉得陈佑今天唱歌，其实我还蛮惊讶。青春组情感丰富，痛苦如人梦。一开口的感觉，我就觉得你把你的整个灵魂都唱进去了。医护擂台赛声音独特。你确定你是护理师吗？奇怪，那我来看看我请问哈。高手来袭，宝座即将大变动。来，偶像组的拷问赛，有请卫冕者谢意玉、宝座候选人蔡志宏，欢迎两位。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内门的小蔡志宏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谢玉 Sebuhi。今天要唱的高难度的歌哈，你选的是哪一首？阿德亚老师的《猛踢》。为什么也算这首嘞？因为它篇幅就是不长，所以他每一支都必须要很用心的唱，他要唱出那个层次跟技巧。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。好，那你都在什么地方练呢？我其实都是在我租屋处的浴室边洗澡的时候边练，然后我就是会开着水龙头，然后假装自己好像很可怜一样，因为就是这首歌要传达一定是问天嘛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嘛？那你有跪着吗？对，不行，跪着我怕会滑倒，会这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跪着感觉比较可怜啊，没事。因为你跪着淋雨啊。哦，对，有没有苍健哥现在示范那个氛围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雨打在脸上啊。雨是这样打的，OK 好。对，我就是在那边淋着雨，然后边练习唱歌这样，所以我就将近洗了快半个小时才结束。哇，对。这位姨呢？我今天选的是《乐多后一起力》，我觉得这首歌它的转音还有它的口气很值得我去学习，然后又加上我本身其实就还蛮喜欢这首歌的，然后之前就是比赛也没有唱过这类型的歌，想说今天就是有这个主题了，可以挑战一下突破自己，然后希望我可以唱出就是属于谢宇的 style。报告美人姐，我来介绍刺客了。这个礼拜的刺客呢是一个年轻朋友，可是他却非常喜爱台语老歌，他还是陈盈杰老师的超级铁粉。掌声来欢迎阿佑萧承佑。大家好，我是萧承佑，那现在在志平高中当兼任的音乐老师。那为什么会喜欢台语歌呢？应该要从大概在我4、5岁的时候开始讲。那时候是看一些乡土剧，然后呢就非常的喜欢片头跟片尾曲，就是不管是在家里啊，在学校也会哼哼唱唱，去唱给老师听，唱给同学听。可是我的同学们都听不懂，他们就觉得我很奇怪。比较后来的时候，大概是国小6年级的时候。那时候是到超级夜总会听到《婚中味》这首歌的时候，才去查，发现是陈盈杰老师的作品。这样，那个时候因为在学校课业也不好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目标，陈姐的歌就是对于我来说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的慰藉。到了国中之后，有一天就是学校老师就鼓励我，他就说：“你既然那么喜欢唱歌啊，你要不要？”就是参加学校的才艺表演，那个时候我就选陈盈杰的《红不会刷》，虽然说同学们都听不懂，可是得到了很多师长们的回响，他们就帮我取一个绰号叫做台语歌王。那个时候因为在学校就是总是被霸凌啊，那也是因为靠了唱这首《红不会刷》之后，大家对我有了一个新的看法，一直以来都好喜欢唱歌。那可是一直以来都不敢鼓起这个勇气参加红人榜的海选。那直到了今年的4月，然后勇敢踏出这一步，好不容易呢，就真的要上电视，上了这个超级红人榜的舞台。那我希望我可以全力以赴。超级红人榜在志平高中在萧承佑在。我是来自桃园平镇的萧承佑，谢谢。你现在几岁？哦。
刚23岁，所以呢，如果你11岁的你喜欢陈英杰老师的歌，跟你的同年龄都不一样哦。哦，对啊，哦，你也同年龄完完全全对，所以你是自己在你心里偷偷的喜欢，也不用跟人家分享哦。哦，对，因为没有人会懂我啊。对，那种感觉我知道。就跟我那时候高中我们去唱 KTV 跟同学，每个人点出来都什么忘情水、吻别，然后歌每一首跳到短婚恋情沙律，就知道那是许志豪要唱的。他们就去上厕所啊，然后吃水饺跟牛肉面。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在同年龄里面其实是很特别的。你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去唱 KTV 的时候，哦，大家说哦，你要找萧承佑去哦。他都唱老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真的是，而且他也收集了陈英杰老师很多的这个演出，而且他还去 follow 追星，你知道吗？陈英杰老师的演唱会啊，或者有表演，你都只要有时间许可，你都会去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。你有盖修金吗？有2次。有没有机会也看到这些收藏品？有，我今天有带来。哇，风飞沙这张专辑你收得很完整呢。哦，对，这张专辑是陈姐算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张专辑。这是匣世代，然后这是卡带，然后这是黑胶唱片，然后这是那个时候刚出版的 CD。对 CD， 1987年的时候。对，哇，这应该都是原版还是复刻的？哦，原版的。哇，那个时候都是日本制造，因为那个时候。真的，我可以翻过来吗？可以。它这里写 Made in Japan 呢。对，所以那阵其实红培帅的时阵，伊还没出席。要不会哈？还没出席呢。哎，谢玉你就不知道匣氏对不对？你不晓得？我需要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吗？可以吗？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觉得很多我们的观众看到会觉得回味无穷。匣氏长这个匣世代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滚轮这样。对。较早这是安尼啦。今嘛不是吹波，这嘛是吹波，迄个机器啦。这些文呀，这些收藏品都是宝哦，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哦。哇，所以哈，想讲第一歌哈，无少人在要听，不是无少人在要听，是足侪在听，是你唔知尔。所以红人榜存在的价值呢，就是成为一个平台，让大家喜欢台语歌，对不对？哈，这是我们共同这个努力经营的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哈，谢谢你的这个分享。那你今天要带高难度的歌曲是什么歌？沈文成大哥的《蓝里的心声》。哇，这首歌要唱好很难呢。哦，对，很难。哇，的音域这么宽。对呀。对，是想挑战一下。对的，我们刚好符合今天的主题。是。苏雅波鲁娜，光是愿意挑战哈，这样子年轻的，而且是在我们的偶像组里面挑战这些高难度的歌，就值得观众朋友给他热烈的掌声。没错，好不好？在你们家客厅拍手，好 ，OK， 来欢迎3位。来了，伤心无性命。
觉得陈佑今天唱歌，其实我还蛮惊讶的，有一种情怀哦，被你捕捉到了。陈佑，你这老灵魂，咱有听到一寡声音嘛好，然后啊，佫渗透的物件，你都马上学个真了。肖承佑展现超强实力，蔡志宏、谢依玉两人压力山大，就希望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，把舞台当成是我的最后一次，然后好好的去表演。我的心，你搁要受冻去，你再去呀落大雨，落甲彼半暝。长笛来袭，引发意外结局。到了24.2分。受冻去，我安怎对你去？你对阮来创意，鸟也无实情，要安怎飞上天？情水继续落去，一条路。谢谢蔡志宏。接下来是一律带来的歌曲是《落大雨迄一日》。
想稀微，加添心稀微。谢谢。好，我们首先请阿德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。那我觉得陈佑今天唱歌因为我是第一次听你唱歌，所以呢，就是其实我还蛮惊讶的，就是这个演唱的灵魂啊，跟你这个人啊，跟你这个年纪啊，跟这个歌啊，完全是好像一个桌子的4个角，没有交集在一起，但它却形成一个桌子，啊，就是有一种情怀哦，被你捕捉到了。啊，我觉得情怀这个是很难的。然后由于知道你是那个陈姐的超级粉丝，我真的有听到那种你把陈姐的一些演唱的一些特色放在这歌里面啊。然后 Sebastian， 我觉得真的你在这个舞台上哦，真的都没有白来，真越唱越好。啊。值得了。而且你把这首歌应该要有的最难去捕捉那种，你要就是4两拨千进去诠释这样的一个画面，你做到了，很厉害。谢老师。哇，我们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今日陈佑你这老灵魂，咱有听到，吼这条歌应该爱有的这个艺术，遐一寡声音嘛好，然后尾音咧收煞啦，吼一寡阿佫线度的物件。你拢嘛讲学甲真绕魂吼，真好。有一个部分就是讲因为你本身的音色，你的音色较薄，吼这个方面可能我感觉你会使找老师去研究，怎么样让你的发声，让你的共鸣更较大把的，然后更有颗粒感，然后就去表现你很喜欢的这种音乐的唱法。好，我相信有很多是你可以再进步的地方。但今天你第一次来，真的对你印象非常深刻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志宏老师好。对，问天是无一定讲咱艰苦才会问天啦，有当时感觉幸福嘛会使感谢天啊，对不？对。好，你的唱歌，我安尼听，我是感觉你的管音就好听，你很多中高音的这个频率是很好听的，音色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但是你今日这条歌的表现吼，我的感觉是A 段的拍子会较无遐尼稳定，有一些拍子会比较，因为通常咱歌唱出来，你 A 段你要把拍子确定，是，然后到了副歌，你有一歌要表现的自由拍的东西，你就可以比较挥洒一点的唱法。是。那今天的 A 段，如果你没有把它确定下来，就会觉得说，是不是整首歌的那个律动感会比较没有办法抓到人家的耳朵？这个我觉得都还可以再多加练习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请流氓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蔡志宏，老师好。问天啊，是阿吉拉唱，我播这是我问天啊，迄个无共啊。这条歌的时阵吼，因为全世界拢听到这条歌的时阵，拢感觉是。迄画面一出来就是阿吉拉，所以你今日要去挑战这条歌的时阵，实在是有淡薄困难啊！我特地今日就是有高难度的挑战，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，其实我看到你的一寡声音的音质来讲真好，但是有一寡要表现的所在，比如讲你唱管音的时阵吼，我感觉迄拿捏。可能爱淡薄仔搁俗杂的，我感觉，比如讲，迄个飞上天，甲即个强必死，即个所在虽然爱表现甲伊真是强要死，但是无需要甲遐大北。你大北到已经全部拢崩溃去啊，就强要死的。那我实在是希望你会使搁较收转来，安尼的时阵对你唱歌的表现会较好淡薄吼。虽然我其实，我感觉今日我听到的时阵吼，我完全对这条歌的观念完全改变，把别人的歌曲唱成自己的样子，迄是一件上困难的代志。尤其迄是经典嘛，你要比超越的时阵足困难的。但是我感觉你今日唱这条歌的时阵，互我有一个非常的感动的。一点就是，你甲这条歌的气质，佮加分足多。
你不但唱出家己的风格，而且你佫甲这条歌加分足多，所以哇，足好听的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多谢。我们来看一下肖同学的成绩，评审请下分数。来哦，陈奕迅老师的超级粉丝肖承佑第一次挑战的成绩来到了23.7分。妈呀！曾经做过宝座，目前是宝座候选人。我们来看这礼拜表现如何，评审请下分数。蔡志宏，今天的歌曲《梦提的成绩来到蔡中颖、林雅婷上周平手，今天搬出大绝招，一决胜负。当初的甜蜜，如今拖我目屎，若是流很难评哎，其实头蛮大的，因为唱的真的都很不错，尤其挑这么难度这么高的歌哦。两人胜负未定，还杀入超强刺客。痛苦如人梦。到了这个年纪哦，赶起来那么投入真难得。哇，你唤醒我的青春的感觉。卫冕者宝座回向喽，23.9分。评审请下分数。蔡志宏，今天的歌曲《梦提的成绩来到哇，23.6分，差0.1，需要换个位置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哇哦，没想到，没事。我们的陈佑啊，往上爬了一阶，接下来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状况非常不错的谢波一起。谢依玉评审请下分数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得到所有老师赞赏的谢依玉，得到了分数是10.2分。谢谢老师。好，不过呢，小蔡呢这几个礼拜表现得也非常好，是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谢谢小蔡，小蔡，好，我们等你再回来，哈，啊，谢威仪，哈，恭喜哦，好，恭喜两位，登上我们的红人高宝座，恭喜，谢谢老师。用一人的 C 波题谢依玉顺利闯进第2关了，也恭喜我们的陈佑成为我们的宝座候选人。对我来说，这首歌是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挑战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尝试过这么悲苦的歌，对，能够来海选，然后跟继续比赛，就是也要感谢自己有那么大的勇气，再来就是感谢我的父母亲跟我的朋友们，谢谢他们的支持。这次是我第一次上电视。然后也很久没有参加过歌唱比赛。如果说可以克服紧张，然后好好的沉住气，好好的诠释跟表现的话，我想应该会有更好的结果。我看到我自己的分数24.2的时候，其实我上次的分数也是这样，然后我已经好久没有拿到这个分数了。我希望接下来的自己可以继续维持这个水平，对，然后继续唱下去。来，青春组的卡位赛卡关的2位，有请婷儿、林雅婷，还有蔡宗颖。欢迎2位。大家好，我是高雄路的阿 Sir 蔡宗颖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东的阿婷啊，林雅婷。高难度呢，哈。是。啊，你准备多几题？先讲这首歌的难处啊，它难处是我觉得它要把那个气 hold 住，而且在很密集的歌词里面还要做层次，所以关系到换气喽。对。哪一首歌？二姐将会的《心雄手热》。哇，周厚大，你真正周厚大。阿婷啊，哦，在，听说你生病哦，就是头晕，然后我先生就受不了，就带我去看医生，因为我一直吐，我只要躺平我就是吐到像水箭龟那种。晕水箭龟。我真的看到我自己喷射那种。对。真的是怀孕吗？还没有瘦，重点是这样吐到这样还没有瘦。哦，那重点是为什么会这样吐呢？医生是说那个作息跟还有压力大导致的，耳石脱离。耳石位移。对，我还跟医生讲说，我每天都有在挖耳朵，哪里有耳石脱离呢？哦，那是耳屎。我听不清楚，因为我有耳鸣。它有一个平衡的，对不对？人体的平衡的状态要靠那个耳石。那后来怎么办呢？吃药？就只晕跟只吐的。哦。我那一天在那边已经吐到快受不了，我已经拿那个呕吐袋在那边吐了。我对面有2个阿姨，
他说我已经吐到说，他说你是那个唱歌那个吗？我就说是啊，可以拍照吗？我说阿姨，我就已经讲了，你可以放过我吗？结果过没有多久，另外一个阿姨又因为她可能是车祸，她就这样也硬要来找你。我说阿姨什么事？她说你是那个婷儿对不对？我就想说对，我有看你唱歌呢。我就说谢谢阿姨，这样谢谢你的支持啊，我们可以拍照吗？我说阿姨你还要闹吗？我就已经这样了。你没有吐给他看。他们就在我对面看着我吐，眼睁睁就看着我吐，还要这样。那也很有礼貌，等你吐完才去找你。对啊，他还是有在看。有时候真的是这样，因为他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会遇到我们。对啦，对啦。我以前也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。那个梅姐可以给你拍照吗？我说不方便，我今天没有化妆，我不在乎啊。对。我们自己在乎啊！对我那天去日本玩，我就坐在旁边喂奶，就刚好一团台湾团，可以拍照吗？可以拍照吗？可以拍照，我就在喂奶，他们一直要找我拍照，他说没关系，我们没关系。但我有关系。对啊。我已经按那啲起灵啊，你别搁翕安那翕吧。对啊。我来可以理解啦，不过大概吼兄姐啦哈，不带你把奶喂完，对不对哈？而且他在喂奶哈，那个怕有个什么闪失的话，那个小孩会呛到了，所以真的没办法分心。这就表示其实阿婷哦，现在已经是跟准艺人受到的待遇是一样哦，人气非常人气很高哦。那你要唱什么歌呢？齐秦老师的《刚都摇舞》。哇，摇滚哦。这一首歌很难呢，如果我真的转音这样转，因为他这一首歌是有点9弯18拐，转不好的时候可能会从台北转回去台东哎。好，两首歌的确都很难，高难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礼拜的挑战者了。这位刺客呢，他是来参加过我们的里长擂台赛，这次呢跨组来挑战青春组，掌声的欢迎廖传长廖世功先生。传长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咱云林二仑乡南阿川的廖世功。轮背遐是出产啥？东乡瓜。你理论？西瓜。理论是西瓜所以云林出产啥？倒一乡倒一村，你拢背起来。大约拢知影，大约拢知影。哇，这不来选馆长开始啦。无啦。你唱啥歌？我唱咱H田老师的《痛苦如人心》。高难度呢。伊的张力悬吼，佮要呈现迄款痛苦吼，愈人痛苦迄种滋味吼，我实在是真歹吼去诠释啊。所以我今日就要甲试看卖，我尽量吼。你的面也做痛苦呀？就无要紧，我已经有备而来。你只是人敢捌互女人痛苦过？用痛苦较济啦，用痛苦较济。你我就放心啊，两边你就加痛苦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3位。你所不知道的开刀房。手术室的氛围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紧张，因为它很长时间，他们也会放一些背景音乐。对，我在放那个林俊杰的歌，我想说怎么会有一个其他声音跑出来跟着一起唱？然后那个麻醉科护理师就说这个，那我就走过去说你在唱歌吗？他说你可以，好疯狂啊！人陪我渡，我
无论风雨搁甲空无，拢无计较，甘愿永远陪你身边。恁双双对对，甜甜蜜蜜，处处日日留予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。我也无准备，你就来离开。过去的爱藏一边，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。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？当初的手纸，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，也叫袂转来你听我。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？当初的甜蜜，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，甘我会转来你爱我？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？当初的手纸，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，也还会转来你听我？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？当初的甜蜜，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，甘我会转来你爱我？谢谢蔡宗宇。接下来林雅婷带来的歌曲是《刚都雅物》。我们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很难评哎，其实头蛮大的，因为其实三位唱的真的都很不错，尤其挑这么难度这么高的歌哦，其实以我们是专业的歌手来讲，唱了这么久，其实不太会去挑这样的歌来唱，所以我觉得蛮佩服今天挑的三位挑的这些歌，其实难度都很高哦。这个村长，老师好。这首歌，我觉得我听到你唱一开口的感觉，我就觉得你把你的整个灵魂都唱进去了。我觉得就是人生的历练到一个阶段之后，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。对一件事情、一首歌的感动，我觉得你今天唱得非常的好。但是因为你是全身的投入，然后全身基本上是蛮紧绷的哦，所以你在于小地方啊，我们必须要讲一些比较专业的小地方，就是比方说你音准跟拍子上，你可能会是因为全身都很投入在里面的时候，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部分会比较稍微有点小失准，再把注意力稍微注意一点点在于拍子跟音准上面，我觉得就很完整，很完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阿 Sir，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当然是难度非常非常的高哦。那你整首歌这样唱下来，其实我会觉得说，有一点小缺失在于这首歌必须要很饱满的气，才能够去把这首歌唱好。因为我会觉得你前面的部分唱的有点太小心，其实你太于控制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，你会气的方面会调试的不是那么好。因为你前面控制的太多，你后面的部分你要需要很多的气的时候，其实会不够。所以在于这首歌整个后面的副歌的部分，你需要用很多气去推的时候，那个 punch 出不来。哦，你的气的配置必须要去做一个规划。但今天还好，就是你后面崩的部分不是那么多了，就是你的只要在前面的部分控制再少一点，我觉得这首歌会唱得更好。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我说村长，你现在还是村长吗？是。哦，好。因为我很好奇，67岁还可以当村长，你真的看起来很年轻呢。啊，你知道你最年轻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到了这个年纪哦，感情还那么投入，真难得。真的，我觉得听你唱歌哦，我甚至觉得你在唱到第二段的时候，我都好期待你把那个领带拉开来唱，就是你已经投入到让我觉得说，哇，你唤醒我的青春的感觉。那今天这首歌就是唱歌一个很重要的境界，就是忘我啊，真的有做到。然后钟颖，好，钟颖跟雅婷我一起讲好了。啊，我真的觉得这两首歌哦，都是你们的罩门多罩呢？好，讲给你听。钟颖呢，这首歌说实在的，是我现在听到为止哦，选手选的歌最难的，被你选到。
然后这个歌拿在哪里啊？除了老师刚才讲说，你要记得这些有很多地方是要你气很足去表现的，所以你是要整个通篇哦去看。你要么就是真的很精准的把这个拍子算好，要么就学村长一样全身投入。你不能站在这中间摇摆。雅婷也是，雅婷，你知道这首歌最重要就是张力啊，这个张力最重要的点就是在于要行到位去，然后接下来是啊，那个是不是张力最大的地方？3段哦，都要3段不一样的画面，但是你把3段最重要要表现的地方，你都缩手回去，感觉身体状况有问题，所以你都保有实力，不敢冲出去，很多细节也都忽略掉，很多尾音也不见了。好，你们2个要加油哦，因为今天好不容易出现一个这么好的范本给你们看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请流氓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雅玲啊，老师好。我跟你讲，这条歌你选那个齐秦的版本，我感觉足厉害，因为企划是阿德老师啊。摇滚版本它跟传统版本在不一样的地方，它的 groove。就是伊的一寡节奏，安怎行的迄所在，其实跟原本的那种唱法，那种非常的不一样。当然，你也抓到了摇滚的一些节奏。可是因为我觉得啦，可能对你来讲，因为你气很足，然后声音也够高亢。可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听到了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，中游，然后没有那么的，我觉得感情没有那么的。活在里面啊，这是一点小小可惜的地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唱得很好，谢谢。好，看得出来，是啊，传定完啊，无论输赢，你嘛是替咱川的讲出一个头面啦咱看分数啦来，评审请下分数。这是传出挑战青春组的廖世公村长，他的成绩达到了23.9分。哇，这个分数，分数要不要出来？唔知啊。好，咱来看卖啊，阿 Sir 心胸手热，评审请下分数。宝座候选人蔡中颖心狠手辣的成绩来到23.9，平手，高分平手。川长，你还搁来啊呢？你还搁来一抓呢？你那边卖伤欢喜，阮即马压力足大，看得出来哦。即马阮俩听啊，开始有淡薄紧张啊，咱就来看卖下11×12的婷儿，到底能不能顺利过关？评审请下分数。来，阿婷林雅婷得到了分数是24.1分，恭喜！好的，嘎子。好，安尼咱船长跟阿 Sir 先去休息一下，这样休息。谢谢。好，我觉得阿婷娜刚刚有受到一点惊吓，有没有？有哈。因为你的表情很少这么有气质。对，要喝个3杯来压惊一下。压惊啊！恭喜阿婷啊！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，恭喜！哇，卡了一关的阿婷啊，终于顺利闯进了第12关了，恭喜啊！受到老师的肯定我会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来代表我们云林2轮来这边跟各位呢见面。确实，今天挑的这首歌曲，它是一首超高难度的歌。我有时候状况好的时候，可能可以达到唱得比较完整一点，但是有的时候状况不好的话，这首歌就很容易让人家发现毛病。这是我的那个耳石移位移吧，所以是会导致晕眩，所以在唱歌的时候我都不太敢出力，因为我只要出力，我就会有点脑充血那种感觉。因为这首歌它有很多转音，可是我又想要把它诠释好，可是我又会担心，所以自己其实在转的过程中是有一点怕。来，医护人员擂台赛，已经第6周了。第6周了，让我们来欢迎刘以真、刘以礼，欢迎来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刘依琳，来自高雄，在耳鼻喉科担任护理师，谢谢。听讲你安尼节目播出了，不是你接到电话，是恁母也接到电话。我母啊，无用规个暗的，这没算哦。因为首播过后，就一直很多的亲朋好友都会打电话，然后一直讲哦，就是一下子是阿姨，一下子是隔壁的叔叔，一下子又是舅舅，一下子又是谁，所以一整天晚上都在讲电话。啊，我想吼，恁母爱定啥？嘿啦，阮依琳啦，对啦，就是阮依琳啦，无啦，就是伊啦，哎呦，伊也无搞讲要去比赛，嘿啊哦。啊，想要到唱家家好，好像爸爸妈妈都会这样，就是会送过给甜那种感觉。无啦，无遐搞啦，哎呦，我那是运气好哩咧，哎呦。啊，你今日要唱什么歌？我今天要带来这一首是雅文老师的《泪酒》。坦白讲啊，会唱歌的人有时候也会被 Q 说去做一些安慰人的一种演出，对不对？之前哦，就是在我前诊所的老板他们家，因为大家其实哦感情都很好，然后就是跟那个就是诊所的老板的丈母娘，就是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样子，然后常会跟他聊天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可是之后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，然后生病，然后就住院了。住院了，一住进去就昏迷。然后其实他们家的人就是我们会一起去去看他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在耳边啊跟他讲话什么，完全都没有反应。然后我在想说，哎，对哦，以前跟婆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会知道说，哎，婆婆跟她的老公有一首定情歌曲，叫做《香囊金桃》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在耳边聊聊天，然后呢，心刷唱几条歌。哎，跟我欢迎。好，来。双人情头若无你，也会孤单。默默的眼泪就从眼角这样滑下来。哇！然后你知道吗？他们家的人全部大家都喜极而泣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已经昏迷很久，在叫他都没有任何反应。他听力是 OK 的，因为人在昏迷过程当中听力还是有的，只是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反应，就做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刚才你没有唱《心雄手咯，我迄接等迄口开唱袂。对啊，到底无安怎唱人声去挂去进。是，真的是开玩笑的，感动，很感动。对，没错。哈，好，那今天的挑战者是。哎呦，也是护理师哦，他是开刀房的护理师，而且他音色很特别，所以我先不介绍他出场，我们来一鸣惊人，请出声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哇！刘依琳卫冕之路最大危机，新任挑战者实力惊人。你确定你是护理师吗？奇怪，那我来看看我唱的哈。昨天在听那个彩排的时候，觉得哎，他的声音还蛮特别的，温暖的嗓音，每个人嗓音的特色不一样，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，应该就 OK 了。有情也好，无情也好，爱情会顺又如何？觉得是不相上下。那别的老师会怎么比，我们待会看节目就知道。不好打的分数，但是是很棒的一个享受。绕即将能守住关键一战吗？掌声的欢迎开刀房小清风赖俊霖。大家好，我是赖俊霖，目前在手术室担任护理师。成长过程中的压力，我都会用唱歌去抒发。学生的时候是课业，工作开始当然是除了工作的压力，还有一些在职场上有时候会遇到的一些病人或者是手术，难免会带给自己一些情绪。对，所以用我自己的抒发方式的话，就是喜欢唱歌。也因为唱歌，其实让我跟我医院的主管更加密切，这样，因为每年的尾牙，他们都会想到我这个人，这样想要请我到他们的不同科别的尾牙场上去表演。试试看自己台语歌能不能
能不能也就是有一番成绩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北万华的赖俊霖。你看他的样子哦，跟他刚刚发出来的声音，你把那个胡子先给我撕掉，你是粘上去的吧？很像清风吼。因为他其实是我的偶像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蛮多唱歌的技巧，其实是有点像就是用他的歌来去练。不过你自己本身会做医护人员，跟你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也有一些关系，对不对？在我高3那一年，早上的时候，我妈妈叫我起床，就是叫我们所有的小孩起床这样，然后下去的时候就看到，就是我阿妈在被医护人员急救 CPR 这样，嘿，然后当下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这样，然后送到医院去之后，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救回来，但我那时候对医护人员的看法其实就有点改观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工作的时候可能想的是我救活一条生命，但其实对家属来说，其实他救回来的是一个家庭，对。所以那一刻有跟你后来从事医护人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有连结吗？有，我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才决定要去从事这个职业。你在开刀房几年？我在开刀房7年。7年了，是哇，那你都是跟什么样的刀？我主要都是跟骨科啊，骨科那种车祸啊，卡等于触等于，对，动的都有。而且那个伤筋动骨，那都是就是100天呐，3个月起跳的休养，对不对？需要复健呀。而且他们因为在开刀房，什么状况都看过哈，还有那种有时候只要半身麻醉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半身麻醉你得好，他得的遐开刀的好啊，你个赶点刮。就是在一般也会有半身麻醉，所以上半身是清醒的，对。然后其实大部分进来都是紧张的，所以都会很害怕这样。然后之前遇到比较特别的病人，他就会听到我们会放，因为其实手术室的氛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紧张，因为他很长时间，他们也会放一些背景音乐。对，有些医师会听5月天呐，或者是什么谢金燕呐，都会。医师有自己的喜好，这样。边开刀边听练武功，咔咔的懂之，跳针，哇，很精彩。也有听古典音乐的，其实因为它就是因为时间长，它有一些背景音乐。对，我也想不了。这口是这口就是我在放那个林俊杰的歌，这样林俊杰的歌单，然后他就躺，我想说怎么会有一个其他声音跑出来跟着一起唱？那我就想说，是你吗？还是你？然后然后那个麻醉科护理师就说这个，那我就走过去说你在唱歌吗？他说你可以帮我点那个1000年以后。1000年以后。好疯狂啊！我们就尊重病人的意愿，我就帮他点一首这样。我知道哦，这护理是很伟大的地方，他除了要是医生最好的助手，是你们常常还要安抚受伤送进急诊的人，对不对？遇到就是情绪比较就是激动的病人，就是还是必须得要好好安抚。对，然后才会让他能顺利手术。对，有时候到那个手术台上，他就会开始哭，他说我哪家衰。那个时候最紧张，真的要给他安抚。可是有时候安抚也是技巧，对不对？不见得你的安抚都有效，对不对？是。我哪家衰？你算无衰，衰拢没讲。衰拢来个家拢无声，衰拢咧逼吐啦，叫起来啦。后来你被救起来了。我要唱的是施文彬老师的《金金逼》。好，来欢迎2位。心酸酸，爱着你真情的名字，怎样放阮孤孤单单，踮在黑暗的城市。过去啊，我袂过，无人通听，无人来安慰，失落的爱行去倒位，何时转来阮身边？小无味，酸甘甜苦涩白滋味，来来
起起情男女，无聊时心头打伤悲。世间的温温放袂离，只要是有情搁有义，目屎吞落去，就会了解真情味。世间的起起落落寂无味，酸甘甜苦涩要滋味。来来去去情男女，无聊时心头打伤悲。世间的温温放袂离，只要是有情搁有义，目屎吞落去，就会了解真情味。目屎吞落去，就会了解真情味。谢谢赖俊霖。接下来刘依玲带来的歌曲是《吕救》。手烧甲烧，一杯酒是为你落，雨梦雨水成烦恼。你的情有若无，是真是假？情也苦，无情也苦，爱情袂顺又如何？情若手淡薄好，饮水心怒躁。手烧甲烧，一杯酒是为你落，雨梦雨水成烦恼。你的情有若无，是真是假？有情也苦，无情也苦，爱情袂顺又如何？情若手淡薄好，饮水心怒躁。谢谢。好，马上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那个依林了哈，老师好。你确定你是护理师吗？是啊，你要不要让我打针看看？你应该是专业的歌手吧，对不对？奇怪，那我来看看我请问哈，你们算是初次见面，哎，对，没错，音乐老师打针，没错，我觉得很好哎，谢谢你唱的很好。那有一些我今天是雅文老师不在，我相信他也一定会为你鼓掌的。好，然后所以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好打的分数，但是是很棒的一个享受。好。
谢谢各位，谢谢老谢谢老师，谢谢吴浩哲老师，请讲评。俊霖，是老师。我觉得你这首歌唱的，一开口第一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很真诚的唱法，你没有很多的花腔，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台语歌的技巧、灯光、水缸那些都没有，你就是一颗很真诚的心，一个很直接的想法，对这个歌的感觉，你很直接的唱出来，你也不是乱唱哦。其实这样子的真诚的感觉，其实是不做作的，是比较容易感动人的。只不过呢，我觉得你的气比较不足，所以你的厚度，声音的厚度比较不够，在于副歌的部分，你要表现出来那个张力会比较困难一点，所以运动很重要。谢谢老师。依林，你一直都是非常稳定，你根本就是个职业歌手。我之前也这样提过，你根本就是个职业歌手，因为你不管声音的稳定度，在一首歌曲的掌握上面，尤其你唱这样的一个台语歌曲，算是比较传统的台语歌曲的唱法，你拿捏得非常非常的精准，包括你的拍子啊，包括你的 pitch 各方面，其实都拿捏得非常好。那今天呢，我觉得不相上下。那别的老师会怎么评，我们待会儿看节目就知道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那我们再多请教一位老师，阿德老师，请讲评。君霖，老师好。这首歌呢，你刚开始唱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好像哇很难有攻击性，但是你一直唱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所有的演唱技巧都是为了要推出感情的。是慢慢发现说，哇，他已经感情推出来，干嘛要那么多技巧？然后你后面就是越来越稳定的把每一个音都唱，就是很中规中矩的，甚至很适当的就唱出那个句子的一个力道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其实你这首歌你是有一个态度在唱歌的。是谢谢老师。你现在就是要把那个你的厚度练出来，声音的厚度啊。到底俊霖可以拿到什么样的成绩？评审请下分数。来喽！刀房小清风，亚东徐志荣。哇！俊霖把这么高的分数造成他的压力，一贞姐6闯7，到底可不可以顺利？评审请下分数。加油加油！来哦，这家妹啊，歌手等级的刘怡玲一贞姐得到的分数是平手。卡关。哇，我们一贞姐很少遇到平手呢。很少，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卡关了。第一次卡关。两位好不好？再好好的准备一下，请回座休息。回去擦汗了。俊霖归过关了。俊霖。谢依玉、林雅婷卫冕之路渐入佳境，命带卡关的谢依玉屡创高分，再接再厉挑战经典歌曲，争取胜利。我免开迄段用心的日子，写的念的拢是你。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已经快要变成你的粉丝，只是听你唱歌就会非常享受，很放心的听你诠释一个新的版本。林雅婷男歌女唱再创高分。用心唱的歌是对电视人，就已经写。这首歌应该是我听过你唱很多歌里面最好的一首歌了。评审请下分数。气势如虹的两人能继续卫冕吗？哇！精彩内容就给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《超级红人榜》。